住清楚了解平復希望。葵涌祖堯村有單位起火，78歲嘅男住客當場死亡。消防初步相信係燃點艾草引起火警。起火嘅係喺天樓一個低層單位，警方中午約12點半接報，消防到場之後將火撲熄。單位內發現一個78歲嘅男人，當場證實死亡，約50個市民自行疏散。消防初步調查認為火警冇可疑，相信死者喺睡房內燃燒艾草導致到起火。我哋初步相信火警起因冇可疑，而起火位置係單位睡房。根據死者家人提供嘅資料，顯示死者近日行動不便，並有燒艾草嘅習慣。同時，我哋喺現場亦都揾到一啲燃燒中嘅艾草，所以起火原因我哋相信係同燃點艾草有關。當時火警鐘係有響嘅，我哋使用嘅消防喉轆亦都運作正常。連接廣州、東莞同深圳嘅穗莞新城際鐵路2期預料喺今年通車，將會連接深圳機場至前海，而3期延線亦都正喺度完工。通車之後，將會由廣州直達深圳皇崗口岸。邱建偉喺深圳報導。穗莞新城際鐵路3期即係前海站。